张平生，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，张副总编辑序。这是一件苦差事，但总得有人去做。我们都知道，编纂词书是一件需要出尽使力才能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，所以有人说，十恶不赦的罪恶，既不应处决，也不应判强制劳动，而应该判去编词典，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。确实是如此，即使我们的编纂工作已经告一段落，却还得忧心读者在使用上出现我们疏忽考量所造成的不方便，而遭受到事实上不应得的评价。这种感觉就好像坐火车的时候，没有买到有座位的车票，暂时坐在一个没有人坐的位子上，但心中老是忐忑不安。火车每到一个停靠站，就会担心有人拿着车票，请你让出位子来一样。我想这是从事词书编纂的工作者必须经常体验的苦恼，特别是这本词典的编纂体力和内容，在预设理想持续的添砖加瓦之下，不断的衍生出意想不到的困难。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编纂上的工序繁琐而放弃某些新增的构想，例如加注词性、例句标音、方言差的对照、分类检索、增加附录项目。经过编辑同仁有效配合，同心协力的打拼之后，一度似乎注定会变本加厉的问题，大都已经得到解决。由于时间的积累而推动了本身的专业素养，让我们对于较早时期的做法总会有着重新评估的问题。虽然我们仍在词书编纂领域的进程中孜孜不倦地探索着，也渐渐地摸索出词书编纂的方法和心得，不过这只能说是标志着某种探索关注点的转移，标志着一种新的观念和挖掘问题角度的出现。如果从这个向度来思考，我们才不会沉沦在掘金氏而昨非的毁颤气氛中，一再地怀疑自己曾经做过的努力。在编纂过程中，选词、定字、定音、释义、例句是几个比较有争议的工作事项。参与审查的委员也陆陆续续地向我们提供有益的意见，不过都是个案式的讨论，而且这些个案并没有熔铸成一致性的解决模式，因此便会在本词典出现一些不自觉的疏漏，特别是在定字方面。然而想要知道某个方言词汇正确的书面形式，是目前推行母语教育者很急切的愿望，我们要尽可能的去满足需求者的期待。坦白说，这部分的工作我们所能做的是汉字的整理工作，而不是在公布闽南语的常用标准字体表，因为书写用字只能够用宣导提倡的方式来渐渐取得共识，不太能够用颁布公告的方式来强行制约。我们只能期待用多用久之后变成习惯，一旦成了习惯，就能约定俗成。在这里，我得感谢曹逢甫师和姚荣松师给我机会，来落实我对词书编纂的理想。想在这个事业上找到自己的荣誉，是我一生宿命的归区，所以编纂期间我像是用高速档在行驶，不管做什么，都是快马加鞭，生怕自己没有按照规限的工作时程，而影响了其他人后续的步骤。当然，期间工作小组也曾因为某些个人工作上的理念不同而消极沉沦，但是曹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从旁协助，才能使编纂工作能够进行。而姚老师在工作态度上是倾向于慢工出细活，对于事情的考量总想要照应周全，面面俱到，但是却常常忽略了时间的压力。由于全心投入的结果，造成我的心境经常和词典编纂的进展浮沉同步，在求好心切的情况下，不免多所埋怨，但是他总是毫无怨尤地承担所有的责任，并且一再的宽让我的情绪波动，让我还有勇气能够继续做下去。我尤其要感谢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郭志毅老师，对我调查高雄音的倾力相挺。当然，我更感到安慰的是，其他同仁也能在知信善相处的基础下，来协助我完成分内编派的工作。这本词书的编纂，目前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目标，我们也从中获取了宝贵的经验，希望未来能够利用这个经验，再编纂更完善的闽南语词书。虽然后续校对的工作一直在做，但是错误总还是有的，
我们很期待热心的读者能够不断给我们提出建设性的意见，让我们知错能改。毕竟知音的反对要比外行的同意更叫人高兴。民国93年12月，张平生仅至于屏东驽马斋，